即係可能 4S 店嘅車啊，又或者同其他嗰啲咩平行進口車行嚟對比嘅，即係已經對比過好多輪㗎啦嚇。如果覺得有優勢嘅，就大家中意邊度買就邊度買啦嚇，係咪有優勢嘅？不過咧，我啱啱琴晚又同個朋友講咗一件事嚇。好，中午好，中午好。大家，我同大家講下嚇，好多人就話：哇，呢個報價咁高嘅啊，邊個咁低過你幾多錢咁樣講？我就想講啦嚇，我哋報價係行情價，本嚟係100蚊紙，我哋加咗一少少嘅服務費啊之類咁樣，佢100蚊紙佢賣98蚊俾你，係咪？最後你都係101蚊攞車，但係你每次101攞過，但係你每次揸嗰部車嗰陣時，你就會諗起你被人坑啦，知道嘛？即係我個朋友同我講翻㗎，佢話我每次開呢部車嘅時候都唔開心㗎。我話點解唔開心啊？咪一揸佢咧就覺得俾人坑咗啦，係咪啊？即係我同你報價101，人哋報98，你就過咗去98嗰度買啦。但係你去到咗之後，呢度加啲，嗰度加啲，都係要101。咁你就覺得哦，我都係隻水魚啊！山長水遠去買翻嚟，然後同我嘅價錢係一樣嘅，係咪？嚟，全場是進口車，即係講個朋友嗰啲笑話嚇，一開始嚇，本書全是進口的嚇，這邊呢邊桃花盛開啊，桃花盛開。我哋有中規嘅，所以咧，如果你去 4S 店了解車嘅話咧，我哋呢邊都可以同你報價㗎。我哋係大客戶渠道去 4S 店攞車，所有嘅權益都係同 4S 店一樣嘅，你對比價錢就得啦。唔好覺得我哋攞嘅一定係咩庫存車啊，咩老款車。依家好少庫存車俾你攞㗎啦，依家個個都貪平，邊有咁多庫存車俾你？係咪？嚟，多謝你哋關注嚇。有咩想了解嘅話咧，都可以發喺公屏上面同我哋講，同我哋了解下嚇。有我哋依家講豐田車啦，因為 Benz 好似冇咩人想了解，我哋先講豐田啦。但係豐田好多人，即係我哋講真嚇，我哋嘅客戶群體都好多買豐田嘅，即係買豐田嘅陸巡啊、普拉多啊同埋紅杉都經常叫我哋報價咁樣嘅。豐田紅杉，我哋講豐田紅杉啦。有冇想了解豐田紅杉嘅？多謝關注下，多謝。你的名字我不好用粵語讀，你的名字我不好用粵語讀啊，劉美，唔可以用粵語讀你個名啊。係啊，我哋中午直播嚇，12點到1點半嚇，然後咧播嘅話咧係播我哋現場有咩車型嚇，即係講解。如果你想了解其他車型嘅報價，我哋都可以報嚇。有我哋準備到店嘅話咧係有我哋嘅 Benz 大 G63嚇，直接 G63白色外觀嘅，準備到店啦嚇，準備到店啦。仲有一部 V 叉嘅二手嘅，即係你講 V 叉邊個？V 叉陸巡 V 叉二手，好咯。咁識嗰啲人就自然V 叉有二手啊，咁樣係咪啊？係，歡迎你哋嚇，歡迎你哋嚟。有冇型？夠唔夠型？酷唔酷？這台車啊，型唔型啊？呢部嘅話咧係我哋嘅紅杉嚇，豐田旗下嘅最大全尺寸硬派越野車。日本仔做俾美國佬嘅，你唔好覺得佢細啊，佢好大部嘅嚇，佢好大部嘅，即係我可能大啲咯，我可能高大啲咯。呢部車嘅話咧5.3米嘅車長，2米嘅車寬，1.89米嘅高度嘅。我哋先睇睇佢嘅外觀，然後再同大家睇睇內籠嚇。呢部車嘅話咧，佢嘅中網咧係 TRD 嘅中網嚇，3個小黃燈 ，Toyota 嘅英文字母中網，一字探照燈。有個人睇話呢個真係關注過車嘅，真係啊，到講啦。油電混合版嘅陸巡，人哋賣機油㗎，唔係賣嗰啲燃油寶㗎，張同學啊，犀利！哎呀，係啊，呢部係紅杉。張同學，你俾我哋更了解下，係到講口啦。咁我哋嘅報價大概係幾多？有冇出？冇出，暫時未出報價，所以我都唔敢講呢部車。報關，即係話啱啱落。陸巡嘅話咧，即係佢新款嘅定係可以選擇？就係有油電混合版嘅動力。即係佢係同呢個一樣。唔係，我係話佢仲係有純汽油嘅版本買。但係而家仲有得買。係，即係佢後面仲出。有油電混合嘅買啦。係。不過我睇咗油電混合嘅後備箱，比呢部仲要急。仲要高啊？係啊。你睇唔係你睇圖片可能唔一樣啫。唔係睇視頻，可能佢拍得高啲咧。唔係一啲啲啊。係呢部係。你落部我睇下。呢啲先叫車，好，我落部睇下。
多謝張同學，係啊，準備出油電混合，你打算換車咩？你將你部 AMG 換咩？唔係吧？係咪？6巡嘅油電混合係真係出咗，已經到咗中國啦。好多謝你哋關注嚇，肯定有電池喺尾箱，我哋都會特高，但係咧我知道特高嘅話咧大概咁高嘛。會有咁高？咁高啊！咁大嚿電池啊？可能佢窄啊，係咪啊？同8度咁。咁佢可能窄，所以咧佢嗰個後尾箱特高嘅電池會大啲啊。我不是廣州人哥哥，我唔係廣州人啊，我唔係廣州人，我哋喺東莞嚇，喺廣東省東莞市，係呢台係紅杉。咁我哋講啦嚇，啱先有人問我哋6巡係咪出油電混合版本啦？係啦，出咗啦，同呢款發動機一樣。咁我覺得佢報價應該有啲高啦，係咪？iPhone Max 喎，敬請期待一下哦，係林肯嘅平行進口啊，咪領航員咯，係啊，領航員啊，呢部車係對標嘅，對標我哋嘅領航員嘅，佢係全尺寸嘅硬派越野，豐田旗下最大㗎啦呢部車，日本仔做俾美國佬嘅，所以咩都大嚇。有呢部車嘅話咧，對標路虎攬勝、加長、凱雷德、領航員、十六班呢啲車型嘅，有你睇下佢塊面型唔型？豐田旗下最型呢塊面㗎啦，你睇下6巡嘅 GR 又係呢塊面嘅，好。喺廣東省啊，老細喺廣東。東莞大灣。係東莞大灣，領航幾錢啊？呢台車報價直接報價，係啊，我哋喺茶山，廣東省東莞市茶山鎮嚇，然後我哋喺廬源路呢邊，你可以左上角，即係大家想嚟睇車嘅左上角嘅頭像點入去，主頁嘅第一行係我嘅微信，直接加我好冇？我會發定位俾你，然後大家同我約幾時嚟睇車啊，我都會接待大家㗎，好嗎？係喺茶山，呢台車直接報價。好，呢台嘅話咧係我哋紅杉1794紀念版嚇，佢係限量版嚟嘅，所以呢台嘅話咧會比較貴啲，121嘅全款車身價。嚇跑人了嗎？有沒有掉人？有沒有掉人？冇咗啦，走晒啦。走了一半是不是？121嚇，121嘅全款車身價嚇，最頂配嘅啦，因為佢係我哋嘅1794紀念版，佢係限量版嚟嘅，即係全國冇10台㗎，你可以開出去。好多人就話：呢台車唔係成日見到嘅咩？唔係，你睇下呢個1794，最特別嘅版。係啊，最特別1794，只有佢先有呢種顏色嘅內籠啊！呢種顏色嘅內籠啊，抵玩啊！抵玩咪買咯，係咪？抵玩咪買咯。睇睇內籠先，睇埋內籠，我哋再講係啊，你睄眼內籠先。有中式內籠嘅。佢只有紅杉只有呢款先有呢個內籠嘅。你嚇跑嚇傻啦！是的，好多老細咧，即係我拍視頻嗰陣時，我好少報價嘅，因為會限流啊。所以咧，我都會同大家，你哋喺評論區問我幾錢嘅話咧，我有陣時發喺評論區都會俾屏蔽嘅，所以我都係私信你哋。我有陣時私信我話，老細呢部車121萬嘅車身價全款，你有冇搞錯啊？你黐線又咁鬧我啊！我覺得喂，車唔係我報價噶嘛。講真啦，呢部車你出去報下，出面起碼賣125。係啊，125萬。嚟，我哋睇睇。即係如果呢部車喺出面同你哋報價下，起碼要125萬以上。我哋係一手車源，冇人賺我哋差價嘅。好，車嗰個。生產日期啊，成嚟，成睇睇，全款幾多啊？全款車身價121啊！如果你話要落地嘅話咧，130左右嚇，130左右。如果真係了解呢部車嘅，佢會覺得我哋平係覺得我報價有問題。嚟睇住，嚟。重複下我。係，如果你了解過呢部車嘅，我哋嘅報價，你會覺得我哋平，覺得我哋會坤你嚇，唔會嘅。呢個價錢嘅話，你嚟到我哋係可以做㗎，好冇？報幾多都難賣啊！幾難嘅嘢都會有人做得到，係咪先？即係你話呢啲車貴，佢都會有佢嘅客戶端嚇，客戶群體。可能嗰啲普通車咧，10個人可以買一部，係咪？呢啲車可能就100個人可以買一部。冇，你睇下路上面出面啊，10萬20萬嘅車冚唪唥啊，大把啊，係咪先？但係100零200萬嘅，你幾可見到咧？係咪？所以你話買呢啲車嘅人唔係人中龍鳳嚟嘅，即係我哋好難講話冇人買呢啲車，唔係冇人買，只係我哋未見過啫，係咪先？嗱，全新呢部係全新嘅，全新㗎。係二手我哋都做下呢啲車，係識呢台車先知道呢台車嘅價值，確實係，因為同路虎攬勝嘅尺寸差唔多。
但係冇老虎攬勝同埋凱雷德咁貴嘅。呢部車嘅話，我唔係講咗啦咩？121嘅車身價，3.5TT 係啊全尺寸嘅，3.5TT V6發動機帶 P2 電機嘅 i4 Max 超級運動系統下，最大馬力443匹。有人識問啦，嚟成成同美版嘅 TRD 區別喺邊度？加版嘅 TRD 同美版嘅 T， 唔係，佢係想問呢部同 TRD， 我哋唔講話美版 TRD Pro， 係我哋唔講美版同加版，其實美版同加版就差咗少少嘢。你唔係講呢個問題，佢係話呢部同埋咁講埋先啦。好，咁我哋就同你講 TRD Pro 同呢部差咩嘢？呢部嘅話呢，我哋改咗個 TRD 中網嘅，然後呢度佢係20寸嘅越野拎，佢唔係18寸嘅，20寸嘅越野拎加 AT 胎用，然後係背燈避震，背式燈避震。佢唔同我哋嘅 TRD 係 Force 氮氣減震，即係佢個胎拎係18寸嘅。如果係 TRD 嘅話 ，TRD 更硬核，係佢更硬派越野啲。啊，如果呢部嘅話咧，因為佢係1794選配咗 TRD 包嘅，即係更加舒適。即係佢會喺有越野嘅情況下，佢會比 TRD 舒服啲。啊，我哋睇睇內籠嚇，睇睇內籠。嗯，其實我俾你個文案就可以。啊係，嚟我哋嘅車行喺茶山啊。我哋嘅名啊，左上角嘅名，廣東大灣平衡進口車，你直接導航呢個名就可以嚟到我哋呢度啦，好冇？睇睇內籠你就知道呢部車同 TRD 有咩區別啦嚇。TRD 嘅話咧，佢只有紅內籠同埋黑內籠同埋迷彩嘅，即係比較野性咯，因為佢係真係好多人揸佢越野嘅。然後同大家講 TRD Pro 喺國外係比呢部會平嘅，然後比頂點版，其實頂點版係最高配。俾價錢嘅問題，我覺得我哋應該同老細講嘅係，如果你真係唔點講咧？如果你係偶然去越野，經常係城市代步嘅，呢部車就最啱啦。佢嘅話咧選配咗 TRD 嘅，我哋先等再講 TRD。然後依家我哋講佢原本嗰個配置 TRD 多咩？係多咗咩？好冇？即係有 TRD 嘅嘢啊，TRD 有嘅嘢佢都有啦。有佢多咗咩？我同你講下。前排座椅通風加熱按摩，而且我哋係全真皮包裹嘅，呢啲嗰啲都係真皮嘅，然後係半品安嘅真皮，有抬頭顯係抬頭顯示。琴日嗰個老細就話：我唔要抬頭顯示啊，頭暈啊，我關咗佢嚇。有人中意，有人唔中意嚇，係啊，都可以關嘅嚇。抬頭顯示流媒體後視鏡，我哋嘅大屏幕，嗱嗰啲 TRD 嘅一把鎖啊，咩 TRD 擋 buff 啊，咩 MTS 啊，多路況越野模式，通通都有嚇，冚唪唥都有。多咗嘅就係、是、你睇下呢啲木紋，呢啲木紋倒落，多按摩。係前排座椅多咗按摩嚇，前排座椅多咗按摩。第二排有通風加熱，我哋去第二排睇睇。同埋呢個都係美版啊。呢個都係美版，係。不是環保的問題。咁我哋唔知嘅，咁佢發展呢啲都係一方面咯。係啊。環保有一方面，有油耗一方面，有動力有一方面，係咪先？3.5TT 443匹馬力嘅喎。第二排嘅話咧都有通風加熱喎。呢部車如果話 TRD 嘅話咧，第二排冚唪唥咩都冇嘅。第二排就係獨立嘅旋轉座椅，咩都冇嘅。佢有通風加熱按摩，通風加熱。前排有按摩，就多咗呢啲嚇，多咗呢啲。仲有咩啊？冇啦。多咗咩啊？係啊，就多咗呢啲咯。少咗就係、單邊雙速排氣咯，運動排氣。少咗個運動排氣，就冇咁嘈。係啊，冇咁嘈。你如果話揸嗰個 TRD Pro 嘅話咧，你揸段時間，你可能隻耳仔覺得部車好嘈啊，即係隔音好差咁樣啊。呢部車會靜啲嚇。OK 嘛？仲有一樣嘅，只係佢嗰個外觀咧，可能冇我哋 TRD Pro 咁型咯。呢部車佢都係銀色嘅呢啲。銀色嘅呢啲色條，係啊，冇咁酸氣，冇咁型咯。其他冇咩區別？冇咩區別㗎啦。嗱，有區別嗰啲我都講完㗎啦。如果你真係城市代步為主，第二排可以放到咩程度啊？去第二排睇睇咯。啱先已經算係放最低㗎啦。即係你話靠背係咪啊？成哥係啊，成哥哥靠背嘅話咧，最後就係咁樣啦。因為你嗰邊睇，佢有嚿嘢頂住㗎。呢度好似話散熱定咩啊？唔記得話上次。係嗰個避震嗰個位。係避震嗰個位，冇辦法㗎啦。佢呢度就只能咁樣頂住㗎啦。要麼係咁樣，要麼90度。係啊，冇得話往後係。往前折就得。一箭係就咁樣。成生
係我哋啱先報咗啦，8萬級嘅嚇，呢部嘅話咧係我哋紅杉1794紀念版，然後呢部嘅話咧，我哋依家嘅行情價嚇，行情價我哋已經低少啦，125左右。我哋呢間店係一手車源，所以做到121，全款車身價121。係呢部係同啱先嗰部白色有啲似嘅嚇，有少少似，只不過佢就係佢係攞咗頂點嘅豪華。係頂點嘅豪華，即係頂點嘅內籠，然後加埋 TRD 嘅越野功能，佢係2合1嘅一部車，2合1。你又想舒適，你又想城市代步嘅舒適，你又想去越野嘅狂野嚇，呢部車就啱啦，即係佢有越野模式嚇，越野模式。陳先生，這台是全款的車身價121哈，121。這一台是豐田紅杉1794紀念版，行情價在125左右哈，我們121哈，121。嚟，便宜4萬塊。係，然後你放平嘅話咧，佢只能咁樣噶啦。然後呢度嘅點解佢會？你放平你嗰邊，你放平你嗰邊。咁佢呢度點解有少少唔平嘅話咧？因為佢呢度可以移動嘅。如果你後面要坐人嘅話，你咪拉後啲咯。你後面唔坐人，你想後備箱大啲嘅，你咪咁樣拉前嚟咯。仲有2年時間提一台，成哥哥，哎呀，嗱。我哋真係好多老細都係臨近退休、準備退休或者已經退休開呢台嘅，而且全部都係全款嘅嗰啲老細過嚟，唔會同我哋傾分期嘅，都係全款買一台車去玩，係咪先？係，等你嚇，你先關注或者留個微信啦，你左上角個頭像點入去，有我哋喺東莞嘛，你東莞有你覺得 OK 嘅，你到時咪過嚟啦，好冇？都可以先過嚟睇車嘅。什麼車嚟的？豐田紅杉，對，豐田紅杉，嚟100萬級的車座駕嚇，100萬級的座駕。即係講真，呢部車嘅話咧，好適合嗰啲退休啊，同你的愛人，然後或者說兄弟，係財務自由嘅。你同你嘅老婆啊，或者同你啲兄弟啊一齊出去玩嘅，係咪？最近都好多人喺路上或者去玩，見到呢部車。就越嚟越多人知道呢部車啦，所以我哋後台嘅私訊其實都幾爆㗎。但係佢哋知道呢台車幾多錢之後，就會有少哇乜咁貴㗎，即係有啲震驚嚇，有啲震驚啊！佢係2+3嘅座位部㗎，我拉翻後面嚇。第3排座椅嘅話咧係電動調節嘅，更中意 TRD 啊，底盤更紮實。其實底盤一樣，只不過 TRD 可能我覺得個避震硬啲，即係你睇下。我驚你坐得耐咧會腰骨痛，講真嗰句。講真啦，有機會可以過嚟試駕。係，你有機會嘅話，你可以過嚟試坐一下。我哋 TRD 應該冇咁快到吧？唔係今日有一個報咗過嚟咩？報咗過嚟啊！準備晒。我哋有機會嘅時候，我哋2部車有嘅話，有機會2部車喺度嗰陣時，你再感受下。因為咧，我哋自己感受過啦 ，TRD 真係硬，即係佢係硬派越野，但係你坐起身都硬。不過你如果話真係中意佢嘅外觀，真係中意佢咁霸氣，真係中意佢嗰啲迷彩內飾啊咁狂野嘅，就係揀 TRD 啦。我哋唔會話強迫話你一定要買邊款好啊，或者推薦話邊款好，即係適合你嘅最好嘅，好冇？我哋只係俾少少建議啫。係嘅，嚟嚟，睇下第2排空間啊！第2排空間可以睇下，我哋先睇埋後面啦。2+3嘅座位佈局，呢部係大7座嚟嘅嚇，大7座空間。好多人就話點解呢個有電池突高咗？因為佢有油電混合嘅嚇，所以佢有電池組喺下面。如果你想佢後排後尾箱同後排平嘅，嗱你嘅有塊板，佢可以自己放嘅嚇，係咪？可以自己放，可以放平嘅啦。最平就係咁樣嘅啦。如果你話4個人出去玩嘅，我哋後排嘅座椅你可以立高，然後後面全部放行李咯。嗱，上面又可以放，下面呢度又可以放噶嘛。你唔要呢塊板又得，你覺得呢塊板壓窄，你抌唔係抌啊，抌呢度啊。佢下面仲有卡嘅，佢總共有4卡嘅，佢可以隱藏式嘅，即係佢可以放呢度下面嘅，唔係抌咗佢啊。我抌咗佢都得，咁重啊，又可以輕翻啲嗬，又輕翻啲，抌喺屋企啦。好，我哋睇睇第2排嚇，第2排空間，第2排空間看看。嚟，好，第2排嘅空間就係咁樣啦。你睇佢呢個座椅嘅話咧，都過咗 B 柱噶啦，所以你睇下佢腿部空間。
阿姚明喺北美打籃球嘅時候揸嘅又係紅杉，只不過佢係老款紅杉嚇，呢個係新款紅杉。外表硬派，係嘅呢部，奧林匹克，O 唔 OK 呢件？O 唔 OK？我哋嘅第二排，啱先我哋講咗啦，第二排我哋都有通風加熱嘅，前排座椅有通風加熱按摩，係獨立嘅旋轉座椅，係獨立嘅旋轉座椅。個扶手打落嚟俾。如果大家話想一家人啊或者出去玩啊，其實紅杉嘅話咧係比較適合嘅，而且紅杉嘅話咧佢有幾個版本嘅，有我哋有客戶睇車，有我哋嘅越野性能版 TRD Pro， 有我哋嘅豪華版頂點版，呢個嘅話咧係我哋雙結合嘅1794紀念版，再睇睇1794，你誇我肯定沒反應啊！你說找我買車，我肯定有反應啊，哥，是吧？這麼搞笑的你，1794紀念版嚇，我哋睇睇隔離嗰部啦，有客戶喺度啊，唔好拍到客戶啦，是，有沒有信息啊？是不是我那個？有啊。有一個說要來的。場地在哪裡啊？我哋出去啦。場地在哪裡啊？在北美啊。對，這款就是北美的車。嚟，我哋睇睇。美國佬產。係美國佬產嘅，日本仔做俾美國佬嘅，所以美國佬產。5座啊。這款是7座嚇，7座都係7座。即係紅杉嘅話咧，佢一樣㗎，尺寸一樣。座椅嘅數量都係一樣嘅，後面咯，佢哋或者我哋喺係我哋出去啦，我哋出去啦，我們出去吧。我哋喺廣東省東莞市嚇，如果有大佬們喺廣東省呢邊嘅，我哋有現車喺度俾大家睇，你可以睇睇，好冇？你可以睇睇，我哋有加版，我哋都有尾版，啱先嗰台係尾版嘅嚇，啱先嗰台係尾版嘅，加版尾版我哋都有，我哋呢邊嘅話咧係中規嘅 4S 店嘅車，所以大家如果要買中規嘅車型嘅話咧，我哋都可以帶客戶渠道幫大家訂嘅。呢啲都係中規嘅車。紅杉比綠巡好用，睇你點用咯。係啊，好多人就話即係各花入各眼㗎，好多人中意食辣椒係因為佢辣，有人唔中意食辣椒都係因為佢辣，係咪先？唔單止話。一定係紅杉好嘅，咁如果你話要去越野嘅，咪綠巡好咯，好冇？我哋叫大灣嚇，我哋叫大灣。有我哋呢邊，唔係加版，我哋啱先嗰台係尾版嚟㗎。有加版尾版。有加版同尾版嘅。隔離嗰部白色咪係啊，我哋有加版有尾版，即係你如果過嚟睇車嘅話咧，我哋嘅車位你可以隨便停㗎嚇。我哋喺廣東省東莞市茶山蘆園路嚇，茶山蘆園路。因為你關注了我呀，所以每天都刷得到我呀，哥哥，是吧？嚟，即係有客戶睇車啊嚇，睇我哋嘅 G。南熱，我哋檔口嘅話咧，喺廣東省東莞市茶山蘆園路，啱先講完嚇，啱先講完。叫咩名？我哋叫大灣嘅，大灣有啲卡。我哋有6巡，過幾日到 V 叉，黑色嘅 V 叉。聽日後日啊，已經幾日啦，喺東北嗰邊發車過嚟嘅。好，歡迎你哋，有咩想了解都可以發喺公屏上面嚇。如果想過嚟現場睇車嘅，都歡迎大家過嚟現場睇車嚇。因為今日啱啱有客戶喺嗰度睇車，我哋就過嚟。深夜港灣，我有幻想啊，係啊，我有幻想，好冇？嚟6巡依家冇，我哋都講咗啦 ，V 叉準備到店，我哋喺東北嗰邊發車翻嚟2手嘅，你點個關？佢有關注。左上角嘅頭像點入去主頁嘅第一行就係我個微信，你自己加。其實我哋微信嘅朋友圈已經發咗幾日啦㗎，嗰台2手嘅 V 叉，因為性價比好高嘅。我哋一攞親嘅2手車，性價比都好高㗎。係嘅，啱嘅，係。有冇平嘅車買？李心輝哥哥，你想買咩車？首先你要買咩車，我哋幫你攞，好冇？好似呢啲。我哋外國嘅客戶嚇，你見佢英文嘅，我哋外國嘅客戶揾我哋訂嘅，你需要鬼佬揾我哋訂嘅，你需要買嘅話，你揾我哋訂車就 OK 啦，係咪？唔需要話平車，咁幾平你唔中意嘅話，我塞俾你，你都唔要啦，係咪先？嚇，我哋過去睇睇，係上牌轉戶即係 V 叉，係過戶啊 ，OK，冇問題，包過戶㗎，係包的。深夜港灣。你問的，你要問什麼車型？我以為有部車叫幻夜啊，我話我有幻想啊。
所以唔好意思嚇。雅閣嗰個係咪新車嚟㗎？你要買新車定係二手啊？你要新車定二手啊？呢啲我哋只能買全新車嚇。亞曼達舊款5.6嘅亞曼達，依家仲要70左右係咪啊？你想？你查下而家有冇？稍等下，我哋查一查過嚟。報價係現場報價俾大家。我哋報嘅都係行情價嚇。如果比我哋低嘅，唔係行情價。如果啱傾嘅過嚟，係啱傾嘅過嚟。價錢合適嘅過嚟咯。哇！做乜咁貴㗎？23款啊5.6啊，係咪啊？係啊，你睇下點解咁貴嘅？白金版啊，高配啊，你揾個低配。揾個低配啊？低配60幾嘅攞車價咯，落地咪70幾咯。如果白金嗰個高配白金版咧？白金版要80幾萬嘅車身價，落地要90幾，成8萬啦，成8萬啦，係嘛 ？OK 嘛？O 唔 OK 啊？啱先問亞曼達嗰個仲有車嘅嚇，仲有車嘅。5.6啊 V8啊。我唔識中文，我就唔講你嗰個中文啦，大佬。我不會中文，我就不會看你的字啦，是不是？每一種我們中國有那麼多方言，我們中國最多人說的2種語言就是普通話就國語跟粵語。你連粵語都不懂，粵語都不是中文嗎？是不是？好好學哦，知道吧？好好學。我睇下，仲有邊度問？亞曼達係亞曼達已經回覆咗你啦。有啱先個新嘅港灣你要嘅雅閣嘅話咧，你如果喺東莞呢邊嘅，我哋直接同你報價，你對比下咯。係全新車嚇，唔係二手嘅，唔係二手嘅。係啦，粵語、國語都係，因為咧我哋喺國外嘅華裔啊，都係講粵語多嘅嚇，粵語多嘅。好，歡迎大家。你都叫佢邊度嘅話？係啊，唔好理佢咩話啦。咁聽得明嘅人就聽得明啦，唔聽得明就算啦。因為我哋呢邊嘅話呢，係廣東線下嘅門店。如果大家聽唔明嘅話，可能就喺外地啊，或者你聽到我講廣東話嘅，你都覺得你需要買車嘅時候，你就會問我噶啦。幾多錢啊？或者咩車幾多錢？知道我哋喺廣東係咪先？比較近。如果你話你又喺唔係廣東地方嘅，又聽唔明我哋嘅，你肯定唔想聽噶啦，係咪？嚟，我哋呢度睇呢個，唔好睇咩？全國走小方係全新車，偶然會有啲精品二手車，呢啲係全新車嚟㗎。我哋今日嘅都係全新車，就睇呢部啦。現場呢啲都係。就睇呢部，我哋依家啱先我哋講咗，嚟我哋睇睇中網，我哋啱先講咗呢部啦。有老細想了解嘅，我哋繼續好冇？然後依家嘅話咧，我哋想講呢部啦。有冇想了解？即係啱先我哋講咗嗰部係1794紀念版，嗰部會貴啲啊。依家講部平翻少少嘅，俾大家了解下，好冇？線下門店喺東莞市茶山，廣東省東莞市。小芳你邊度㗎？小芳你邊度㗎？我哋呢邊嘅話咧係咩都可以，即係我哋呢邊咩都可以做嘅，即係比如話平行進口啊，中低嘅全新車我哋都係帶客戶渠道幫大家去攞車嘅。紅杉嘅話咧，點解我哋咁有優勢後價錢？因為我哋係對接海外嘅經銷商，我哋直接攞車嘅，即係車商直接攞車，所以冇中間商、冇中間人賺我哋嘅差價嚇。雅閣有的哥哥，您是哪裡的？有新的，有新車嚇，有新車。廣州啊，我哋就喺你隔離，係。你喺隔離啊！我哋喺東莞嚇，東莞其實東莞嘅話咧，中間惠州啊、廣州啊、深圳啊都可以離我哋都幾近嘅，1個鐘左右嘅車程嚇，1個鐘係啊，1個鐘。大灣區嘅中間1個鐘多啲啦，因為我哋就喺東莞嘅三武附近，東莞三武附近，即係東莞嘅籃球館附近，係東莞籃球館附近，即係比如話你過嚟睇演唱會啊、睇籃球賽啊，離我哋車行就好近啦，湛江你翻湛江買啦，哥，大佬係啊，雅閣你翻湛江買啦，買完上到牌，你有冇指標？你有指標就可以隨便上，冇指標幫你拍，就咁，然後啱先嗰個話有冇老虎嘅？有老虎，唔係東莞雲苑，東莞雲苑個主場唔喺嗰度啊，依家我哋嘅主場喺寮步啦，嚇主場。以舊換新可以，小芳你點個關注，有左上角嘅頭像點入去，主頁嘅第一行係我微信，你直接加好冇？即係你以舊換新，你部係咩車咁樣，你都可以先發個資料俾我睇下，我哋大概估個價俾你好冇？有你想買咩車啊，小芳？你冇講話買咩車喎，好似，你冇啊？我係東莞人，我哋門店都喺東莞，
係，我哋門店都喺東莞，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咩車嘅話咧，又可以嚟線下門店揾我，又可以線上直接加我微信同我傾，好冇？同我傾，俾4S店價過呢啲車平3000蚊到啊！對啊，便宜3000塊，你會從湛江跑過來？對啊，湛江跑過來找我們提嘛，對吧？所以說讓你去湛江自己買就好了。其實湛江的車也還行哈，價格也還行，好吧？寮步邊個位置？寮步邊個位置？馬騮，我哋喺向西過嚟少少，我哋就喺茶山蘆園路寮步隔離，係交界處，好冇？你左上角嘅頭像點個關注，我哋左上角嘅名嚇，廣東大灣平衡進口車就係我哋嘅定位嚇。講成東莞話啦嚇，我東莞人嚇，我東莞人，所以大家不用再什麼問我哪裡人嚇，東莞人在東莞賣車，好不好？那我們說車啦，有冇人想了解呢部車嘅？係啊，我哋嘅定位啊，左上角嘅頭像就係我哋嘅定位啊，即係好多人私信我就想要直接要定位嘅嚇，我哋就直接同大家講定位啦，好冇？係啊，如果你話想了解咩車型啊，或者你左上角嘅頭像點入去，主要嘅第一行係我微信直接加，好冇？直接加。有個係咪？有人停。蘭姐，蘭姐。呢個係好似隔離呢個。隔離啊？隔離車行啊？咁唔理佢咯。看看是不是客戶咯。是啊，你看看是不是客戶咯。好，我哋落播之後就會通過你㗎啦。唔要日本車嘅話，我哋都有德國車嘅，都有德國車，有 Benz 嘅。你想要咩車？即係好多人就話我哋一定講豐田咩？我哋講豐田有流量啲啊，因為我哋帳號都算比較垂直㗎啦。問親我哋嘅話咧，要麼係綠巡，要麼係紅杉㗎啦。Benz 仲係比較少嘅 ，Benz 比較少嘅。我哋買 Benz 多。係，我哋買 Benz 多，但問豐田嘅人多，有買 Benz 多，因為我哋嘅我哋嘅銷售門，我哋嘅銷售門買 Benz 多。依家 Benz 平嚇，真係好有優勢，而且好平。你睇下，你估下依家嘅 GLS 450要幾錢？80幾換7座有嘅嚇，7座車。然後Benz 有嘅嚇，咁我哋就過啦。董先生我們除了日系車型，也有其他的，好吧？好 ，AMG 都有嘅 GLE53。有冇想了解？有想了解，我哋再同大家講，好冇？有想了解同大家講，係嘅。有冇想了解啊？冇想了解，冇想了解，我哋就講翻豐田嘅啦。話嗱係咪？我唔係話我唔想講 Benz 啊，你冇人想了解 Benz 啊。我一講豐田，好多人就話呢部咩車啊，嗰部咩車，話紅杉啊咁樣，係咯，係咪？好，微信傾下我哋嘅小方，唔叫小方吧，叫方哥吧，方哥哥係咪啊？方總啊，唔係我都叫哥㗎，唔好叫總咧，係咪先？呢度總嗰度總咩？係咪呢邊？嚟，我哋講翻豐田啦。嗱，我已經走了一圈我們的奔馳了，不是我不想講，是你們不想我講，是吧？講豐田吧，講豐田吧。7座有啊，冚唪唥都係7座呢邊。你想要邊部？冚唪唥都係7座。係，你想要邊部？再同大家講。行多圈啊！行多圈啦，全部都係7座。行隔離啊！行隔離點行？好，嗱，7座全部都係7座。呢邊嘅6部車都係我哋嘅7座車嚟嘅嚇。GLS 4唔係啊 ，GLE 唔係啊。好，6台嚇，6部係我哋嘅7座車，呢部係我哋嘅 GLS 450加拿大版本嘅大滿配嚇，大滿配。白色嗰部啊，好，馬上同你講。大山行走者有大 G 準備到店，準備到店。G450D。因為準備到他在那個板車上了，在板車上。俾大家睇下個朋友圈啊！喺呢度喎。我呢度都睇到。你咁吹總嗰個有？唔使，我依家睇。我依家睇。有大 G 有大 G， 給大家看。我呢度都睇到。嗱，大 G。昨天剛上版。專門發往東莞大灣名車。發往東莞大灣，聽到沒？是吧？黑色，有黑色陸巡介紹一下。喂，黑色陸巡俾大佬睇啊！黑色陸巡看到了嗎？黑色陸巡有哥，你稍等一下。黑色陸巡有，然後那個也是準備到店 V 叉。3.5 TT V 叉高配。翻過來。視頻抖音，對。帥不帥？帥不帥？黑色的。慢啲啊！慢一點，不好意思，我再慢一點哈。來。睇唔睇到 ？OK，少樣啊，準備到，已經在。準備到，對，都是在板
在我們的板車上，路途上，好吧。巴西高博馬上同你講，什麼配置？哦，大豬咩配置G450D 啊，柴油啊。係，來。我們有客戶在看白色那邊的，我們等一下再說吧，好不好？白色哥我哋等等睇睇下，等等睇睇。白色哥，介紹下我企遠啲啊。好，我哋企遠啲就企呢度啦，就咁企喺度，就唔好拍到客戶啦。好。然後大山行走者 G450D 哈對，韓版的 G450D。然後你感興趣的話，左上方的頭像點進去，主頁的第一行加我。地球號，好不好？我把配置發給你，我把配置發給你。非常高啊！老張，如果你啱先我哋俾咗圖片你睇㗎啦，都係喺板車上面準備到店。你如果想了解，你先關注一下，或者左上角嘅頭像，我點入去，然後主頁嘅第一行加我微信，好冇？好，依家我哋講白色呢部嚇。啱先有老細話要了解白色呢部，白色呢部哦，上面有個 RV4啊，有個咩話？華哥仲喺咩直播間啊？華哥仲喺咩直播間啊？即係如果我冇睇到你哋嘅評論嘅話咧，你哋再發多幾次，好唔好？再發多幾次，或者直接加微信。係直接加我微信，然後同我傾，好唔好？因為有陣時刷屏上去我睇唔到啊，因為有啲人讚啊或者關注啊都會刷上去㗎。RV4有嘅全新嚇，全新。嚟我哋嘅白色呢部嘅話咧係我哋嘅豐田紅杉嚇，豐田紅杉嘅頂點版。其實頂點版嘅話咧係紅杉入面嘅高配版本嚇，即係最頂嘅高配版本啦。就呢度咯，可能人哋要兩部對比，係城市嘅高配版，佢有幾個版本嘅。紅杉嘅話咧有我哋嘅 TRD Pro 越野版，有城市道路版。我哋主要賣兩個版本嚇，高配嘅版本，因為低配嘅話咧，倒不如去買我哋嘅陸巡。你一步到位嘅紅杉嘅話咧，就選高配啦嚇，就選高配。好，哈弗牛魔王啊，牛魔王有嘅，悟空先生，如果你想訂嘅話係有嘅。停產咗啊 ！Super 唔係仲有現車咩？停產咗啦。冇啦。冇啦。早2年見到有，即係依家都冇啦，冇啦。而家 Super 都升價升到飛起啦。係啊，冇啦，即係全新嘅冇，定係有但係升價。有二手嘅。啊，冇啦，咁就冇啦。之前仲有嘅，係啊，上年仲有嘅，即係全新嘅，上年仲有一部嘅，我哋當時睇港口仲有部嘅，冇辦法啦，佢停產之後全部都升價啦，就好似依家嘅 LC500啊咁樣，佢停產咗之後。嗰啲都升價啦，係啊，只能睇二手啦，冇計啦，係啦，嚟歡迎大家，冇點關注嚇，然後我哋係紅杉嘅話咧，我哋呢部嘅話咧係1794紀念版，因為啱先有老細睇嗰部客嚟對比嘅嚇，嚟對比我哋嘅，然後邊個格局細啊？我哋先睇呢邊啦，嚟我哋呢部嘅話咧。即係我哋唔係話一定佢有幾好，即係大家中意買咩車就買咩車，只係我哋專門做呢款，我會介紹佢啫，我都會講佢嘅缺點㗎嚇，佢有優點佢有缺點我都會講嘅，好冇？即係我唔會話覺得呢部車嘅話咧，佢咩都係優點，冇車係優點嘅，即係冇嘢係完美㗎，係咪？誰能載舟也能亦舟嘛，沒有東西是完美的，好吧？嚟，我呢部車嘅話咧，係豐田旗下最大嘅全尺寸硬派越野車，連凌志都冇對標佢嘅車型，即係連以前嘅老款嘅 LX570都冇佢大部，有佢對標嘅話咧係路虎攬勝加長版凱雷德領航員16班呢啲車型嘅。呢部車5.31米嘅車長，2米嘅車寬，1.89米嘅高度，3.1米嘅軸距，非常大嚇。3.5TT V6 發動機，帶我哋 iPhone Max 嘅 P2 電機。最大馬力443匹，0-100加速5秒幾。上唔到台面啊！上唔到台面咪算咯。你覺得佢上唔到台面咪上唔到台面咯。但係我哋廣東人中意務實啊，中意低調。即係嗱，我哋啱先直播間都有話，佢退休就會買啦，係咪？退休就會買啦。買呢啲車人係咩人咧？我哋個群體黑，佢唔會好後生。講真嗰句，佢唔會後生。好多人睇車咁嘅啊，佢唔會後生。佢都係嗰啲40-50歲臨近退休啊，或者財務自由嘅大佬們，然後買呢部車嘅都係全款，佢唔需要了解，想出去玩而有全款嘅，佢都唔會考慮分期啊咩咁樣嘅，人哋有錢就直要全款嘅。嚟我哋依家介紹係紅杉都係紅杉。嚟我哋講啦，依家講好冇？啱先講咗佢個動力嚇，0-100加速5秒，443匹馬力，有我哋嘅雷特7佢，有我哋嘅360。都有嘅，我卡了是不是？現在說嚇，我哋嘅360雷達7佢
呢部嘅話咧係我哋城市道路嘅頂配版本，4透鏡大燈 LED 嘅日間行車燈有嘅。有我哋呢度22寸鈴，唔係夠唔夠靚唔靚？22寸鈴夠唔夠大？係我哋嘅標配嚟㗎嚇，標配嚟嘅電動踏板係呢部係頂配，所以佢入面嘅標配電動踏板。我哋睇睇內籠，全款我哋講講先嚇，我們先報完價格，然後再說吧，好不好？就怕很多人覺得哦，這台車挺不錯的，我也想買之類的，然後聽到價格，對，然後聽到價格就裂開了嚇，裂開了。紅杉嘅話咧，依家我哋頂點嘅行情價大概係109嘅全款車身價嚇，109，好不好？109。落地110幾。係落地嘅話要110幾。咁貴，110多啲嚇，110多啲咯，可以傾嚇，可以傾，因為我哋有優勢，119左右係咪啊？嚟，我哋睇睇啦。全款係紅杉。嚟睇睇我哋嘅內籠啦，看內飾啦。豐田紅杉嘅頂點版，佢嘅內籠係最豪華噶啦，全部半品安嘅真皮，半本安真皮，知道是什麼皮嗎？凌志 LX570、LX600、LX78H 嗰啲車型上面 LC500嗰啲。同佢講雙拼，其他車冇嘅。雙拼啊，咪講埋嘛，講埋先嘛，係咪先？係雙拼嘅座椅，半品安嘅真皮，全真皮包裹，見唔見到？有我哋嘅抬頭顯示，有我哋嘅流媒體後視鏡。有老細問到點啦，有按摩嘛？人生熱度必須給你安排兩個技師，兩個行不行？主副駕都有按摩嚇，主副駕都有技師幫你哋按摩噶啦嚇，都有帶按摩。有按摩放心，是不是最豪華的？抬頭顯示、流媒體後視鏡、大屏幕。再講多次嚇，前排座椅有通風加熱按摩，即係你按摩啊，好多人就話按摩唔緊要啦，或者加熱都唔緊要啦，最緊要廣東最緊要通風啦，係咪？熱㗎嘛，係咪先？前排座椅有通風加熱按摩啦，日本仔做俾美國佬嘅，你睇下中間個扶手箱都咁 Q 大，都唔知佢裝咩。大刀的話可能不太行，小刀可以，因為我們報價，我們現在報的價格很實在的啦。你如果說有了解過紅杉，你就知道我們報的價格是很實在的了，沒有虛給你們，沒有虛給你們，我們報的是全款車身價。如果說想吸引你過來，我報低個5萬，讓你過來了，然後慢慢的加上去，你會開心嗎？你就算我跟你說這台車110可以落地，你過來了聊了之後要119。這裡加一點，那裡加一點，你每次開這台車的時候，你開不開心？是不是？情緒價值在哪裡？是吧？我們報的都是實價，好吧？報的都是實價。你買得開心，買得開心，用得放心，然後用的時候有情緒價值，而不是每次開這台車的時候就想着自己被宰了、被坑了，好不好？我們這邊沒有這種事情哈。廣東人，我是廣東人，比較務實哈，都是報的是實價，能做的價格，不能做的我們不報，而且我們這個價格是包含3年質保的，有送我們的精品的，這個價格都包含。我還是講回粵語吧，咪串台啦，好冇 ？OK 嗎？何時哥哥，你先點個關注，左上方的頭像點進去，主頁的第一行就是我的地球號，好吧？我不知道你能不能聽懂粵語哈，所以我用普通話跟你說了哈。點個關注，加個地球號，然後我跟你聊，把這台車的信息發給你。嚟，開我哋嘅係啦。入唔開入得嚇，反正我呢邊睇得到嚇。喺乜柒車啊？咪紅杉咯，係啊，紅杉咯，碌撐車啊，豐田車嚇。第2排有我哋嘅通風加熱，第2排都有通風加熱俾你，而且都係雙拼嘅，係咪？好少車有雙拼嘅座椅㗎，即係豐田嘅設計，其實我都可能99%嘅車都冇呢個。係啊，你睇下，連呢度都係真皮俾你啊，唔係佢多出嚟俾你㗎。專門做俾你㗎，即係驚你上車。嗱，佢買呢部車嘅人咧比較矜貴啊，佢驚你嗰啲塑膠啊刮親手啊，所以呢度貼翻個真皮俾你扶上車啊，係咪扶上車嚇？呢部車嘅話咧，前排座椅有通風加熱按摩，第2排都有通風加熱，但係第2排幾錢啊？8萬級嘅。售後服務的話呢，你找我們也行，你去回雷克薩斯 4S 店會更好，因為它的發動機是跟 LX700H 是一樣的發動機，你去凌志、雷克薩斯那邊更放心，好吧？因為這款是平行進口的，純進口的哈，純進口的，連一顆螺絲釘都是進口的，我們沒有碰過哈，什麼都是進口的，連這些都是進口的哈。來，塑料都是進口的。所以很多人說，為什麼你們的豐田車我一上車就沒有那股味道？
就我們中規的那種有那股味道，你們可以對比一下，沒有味道。因為都是皮。沒有，它有塑料，但是我們的塑料跟我們國內的塑料跟國外的塑料的那個標準不一樣，哈。嚟，講啦，幾錢嚇？8萬級嚇，8萬級。第二排係固定嘅旋掌座椅，冇得喐噶啦，即係佢唔可以前後喐噶啦，但係靠背可以喐。有我哋嘅呢個都可以喐，好冇？大7座2+2+3嘅座位佈局，即係佢係依家比較流行嘅商務，即係商務座艙嘅感覺嘅。即係依家好多車咧都係2+2+3嘅佈局嘅，中間通道通去第3排，即係行起身都比較舒服啲，因為條嘢咁大條，然後咧佢又突高咁多，邊個坐中間咧？係咪坐中間幾尷尬？個風口又吹到，即係又吹唔到中間。有你坐中間嘅話，隻腳又唔知點放，所以佢中間就做咗我哋嘅通道啦。唔坐人。8萬級啊，係啊，8萬級啊，8萬以上啊，8萬首付都唔知唔得唔得？睇埋第3排，有冇想睇第3排嘅？睇過第3排嘅。後尾箱空間，等陣帶你睇好冇？我哋睇睇第3排先。呢部車冇睇到。但係佢後面嗰度上唔上到去啊？我上呢邊啊，係我上呢邊啦嚇。佢第3排，佢第2排冇電動俾你，但係佢第3排整咗電動俾你喎，係咪啊？係咪？好多人就話第2排冇電動咩？有通風加熱嚇，咩都冇。第3排竟然俾電動你，而且仲可以前後。係啊，我哋嘅靠背又可以喐，靠背又可以調。係，然後咧嗱呢排嘅即係呢部車嘅第3排，佢就可以前後又可以喐。又係電動嘅，靠背又可以喐，而且靠背嘅話咧，佢仲可以傾斜，即係佢比前面仲要傾斜啲。即係有老細就話：我唔要中間2個座椅，我放低佢，我坐5個人得唔得？得，冇問題㗎，後面都係大座椅嚟㗎，係咪啊？50幾 cm 㗎。你今日啊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嚟，我哋展示一下俾各位老細睇下，可以嘅。咁嚟坐，我覺得係最佳嘅。你坐上先。好。然後咧，大佬們介紹啊，坐上嚟，嗱，咁樣坐上嚟啦，係頭枕，你睇下，即係豐田，我覺得豐田設計就係咁好，即係你一上車啊，你隻手如果攞住嘢，你唔知放，即係啲嘢唔知放邊度啊，佢邊度都有得俾你放㗎，知唔知？邊度都俾得你放。仲有一條罅咧。啊，仲有一條罅係啊，呢度仲有一條罅，即係你又可以放呢度啊，係咪？你即係你都咩充電口啊？係充電口都有嘅，有靠背都有嘅。歡迎你哋嚇，我睇睇，遮陽鏈係，有介紹下遮陽鏈，有支隔熱玻璃都有嘅，有獨立嘅出風口、獨立嘅杯架，靠背都可以調。然後如果你話坐5個人嘅，咁咪舒服咯。前面咁多5個，呢度又可以坐嘛。放過嚟，你唔放，介紹下係咁啊，把腳伸上去就得啦。唔好啦，人哋新車嚟嘅，但係有老細就話你放咗我部車，我唔買啦，咁樣我唔放啊，我唔放啊，真係。即係如果你話中意嘅，你咪隻腳放上嚟咯，係咪先？就放上嚟咯，就咁樣咯。係啊，即係你咁樣嘅話，你咪舒服啲咯，唔使咁攰咯。你又可以咁樣，係又可以放，唔係，唔好放低。你又可以咁樣彈高，有我哋後面坐5個人，即係坐4個、5個係最舒服嘅。你坐6個、7個都得呢部車，好冇？6個、7個都得。我身高170啊，我哋嘅 P 嗰個英文後面嗰個識讀 Pure Apple 啊 ，Apple 哥哥。我哋呢部車嘅話咧係我170嚇，我170，我即170。等陣同你睇尾箱空間，我俾你演示埋呢度先。如果話你後尾箱，即係我已經推到最後噶嘛，你就可以咁樣坐。如果你話咁樣嘅話咧，哇，真係斬腳啦，即係斬腳啦，係咪？係。啊，我170嚇，170。如果你話坐175啊以下嘅係 OK 嘅，嗱咁樣就坐喺度，係咪？都幾舒服嘅，而且唔會話好窄嚇，唔會好窄。嚟後尾箱睇睇下，後尾箱睇睇。我哋點出去咧？你放低，你放低，係你放低。嗱，我哋第2排、第3排走去第2排，都係好方便嘅嚇，都係好方便。好，咁我哋落去啦，我哋落去睇睇我哋嘅後尾箱空間 O 唔 OK 啊？唔係，因為點講咧？我着高踭鞋唔方便嚇，我着高踭鞋唔方便，着鞋咪更加唔好，着鞋仲衞生咩？咩思想啊，老細？電動踏板嚇，22寸拎，後尾箱我哋睇睇。嗱，日本仔嘅設計嘅話咧係比較前衛同埋比較即係諗得到人哋點。呢部車好長啊，5.3米嘅長度啊，所以佢做咗個窗仔俾你啊。嗰個窗仔，即係你覺得
我唔需要開尾箱或者開唔到尾箱嘅情況下，你可以掉啲嘢入去，掉啲矛仔啊，掉啲華仔啊入去咯。你要關緊嗱，呢個又係佢嘅設計，你要關緊佢之後，佢先可以俾你開到尾箱。可以用電動開尾箱。係啊，電動尾箱嚟㗎。8萬級冇電動尾箱推高你吧，是不是推高你吧？嚇！開咩啊？防盜螺絲。我哋唔需要啦，賣咗佢啦，唔需要。介紹下嘛。我哋不要，但是不能沒有嘛。我哋中國咁安全，使乜用呢嚿嘢咧？係咪先？點解佢有呢嚿嘢？因為北美嗰邊好亂啊，有人偷啲鈴去賣啊，知唔知？所以佢哋啲鈴係好值錢㗎。防盜㗎。呢啲係防盜鈴，防盜嗰個螺絲帽啊，螺絲帽啊，即係我哋嗰個鈴入面嘅。係嘅。好，歡迎你哋，歡迎你哋。係我身高，我攞身高係170嘅，我身高170，穿咗高跟鞋180。要了解呢部車嘅。係。想要了解嘅，我哋依家講緊嚇，2+2+3嘅座位報告嘅。啱先有老細問呢部車嘅尾箱有幾大？嗱，你先睇睇咁樣，你覺得佢細嘅話，我可以變魔術俾你哋睇，變個魔術給大家看，好唔好？啱先唔係可以往前推咩？你往前推，最大化。係最大化，我哋隻手掌一掌距離，係咪？你可以放，即係橫住嚟放嘅話咧，放到4個旅行箱；豎住嚟放嘅話咧，都可以放到5個啊！即係呢度一個，呢度一個，豎住一個，係咪？然後上面又可以放喎。如果你唔坐人嘅話，你後排唔坐人嘅話，後面又可以放。你話大唔大？即係好多人問我後面嘅容量幾多啊？你唔係放水啊嘛？點計容量咧？我唔知容量幾多嚇。即係好多人話後尾箱嘅空間有幾多容量？實際嘅係你攞嚟把尺嚟量，或者你將你尾箱嘅嘢搬過嚟就得啦。係啦。咩高爾夫球包啊？上次嗰個咩架子鼓啊？係，我哋有個老細買咗呢部車嘅，佢嘅架子鼓就非常好。佢呢度放落去，佢架子嗰個架子鼓嘅話咧，佢嗰個咩有個架㗎，放呢度就啱啱好，嗰啲鼓就放喺上面。佢後面唔坐人㗎啦，佢頂多坐4個嘅啫。佢買嘅係 TRD， 買嘅係 TRD。空間係一樣。係2.8噸嚇，2.8噸跑噸重嗎？什麼？你說它會噸重嗎？跑的時候，2.8噸的車型，然後它3.5 TT V6 發動機，帶我們 iPhone Max 超級混動系統，然後最大馬力443匹，0-100加速5秒多，你覺得它噸重嗎？非常絲滑。介紹2天了，你關注了我2天，對，你關注了我兩天，你看我2個月我都是介紹它，對啊，我都是介紹它，冇計啦。如果說把這台車換成10台10萬塊的，可能我會一天介紹10台車，但是它是100萬級的，買的人真的不多。說給大家聽哈，因為人中龍鳳確實少，對吧？好，我哋睇睇呢個中網減震方面點樣啊？呢部嘅話咧係我哋比較軟熟，係比較軟嘅，佢冇咁硬，因為佢係城市道路嘅版本。城市版啊？係啊，城市版嘅頂配。有冇想了解價錢㗎？係啊，呢部係塞納嘅運動啊，塞納嘅運動啊，嚟，我哋睇睇佢嘅發動機，塞納有沒有3.5？塞納有3.5 TT 嗎？啊？沒有雙渦輪。對啊，有3.5自吸，雙渦輪我都是3.5 TT 了，3.5雙渦輪 iPhone Max 超級運動系統，6塊腹肌嘅。朱生話：而家車太高價啦，不考慮咯喎。不考慮就算啦。朱先生啊？係啊，淘樂嗰個老細。淘樂嗰個老細啊，好。今朝早我慰問下各位老細嚇。車幾多錢啊？好早點。有沒有想了解價格的扣個1？有想了解的扣個2，好不好？即係想了解價錢嘅，發個1啦。我再講下呢台車嚇，豐田旗下最大嘅全尺寸硬派越野，對標路虎攬勝加長凱麗德領航員薩博班呢啲車型嘅。你睇下佢5.3米嘅車長，3.1米嘅軸距，2米嘅車寬，全尺寸硬派越野，3.5雙渦輪，6塊腹肌嘅，有我哋 iPhone Max 嘅超級運動系統。仲有老細問油耗，嚟油耗，邊個問？宇源油耗，它有電機，有電機。30碼以下係用電嘅，30碼以上係用油嘅，所以佢比較慳油嚇。12到15個油耗，冇6巡後油，冇6巡後油。而家6巡準備又係做呢？係啊，6巡嘅話咧，準備又係出呢個油電混合系統啦，已經到港口啦，但係價錢唔知道，
所以唔好問價錢，價錢唔知道，但係有到講好啦。都唔會平。係啊，唔會平。呢個系統已經係依家豐田最頂㗎啦，最頂㗎啦。好嚟，我哋講價錢嚇。油耗，唔好講嚟。講咗啊，12到15個油耗啊，比陸巡低啊，係講咗啦。你問老細知唔知？係咪講咗老細？知唔知？12到15左右嘅油耗。有依家嘅話咧，呢部係我哋嘅。呢部係我哋嘅紅杉頂點版嚇，城市道路嘅頂配版本，有依家嘅行情價，全款車身價109嚇，109，嗯。聽得到嗎？貴州人會講粵語嗎？我是東莞人哈，我也在東莞賣車哈。啊，我們的線下門店在東莞哈，各位哥有需要買車的可以到店裡來找我哈。對呢部有興趣嘅，係對我哋嘅紅杉頂點版有興趣嘅，左上角嘅頭像點入去，主頁嘅第一行係我嘅微信。你加咗我微信嘅話咧，我會將呢台嘅車嘅所有信息，包括佢嘅相啊，或者佢嘅價錢、佢嘅報價同埋報價方案，我都會發俾你，好唔好？你後台私信加我啦。你中意啊？中意咪買咯，係咪？咁辛苦賺錢為咩啊？中意嘅嘢唔買，仲係人嚟嘅，買啊，係咪？黃子華教嘅嚇，黃子華教嘅。係啊，東莞人啊，老細，東莞人嚇，東莞人。對比埋呢部啊。啊，對比埋呢部啦，因為啱先呢部嘅話咧係我哋嘅紅杉頂點版，城市道路嘅。呢部嘅話咧又可以城市道路道路代步，又可以我哋嘅越野嘅。我哋到時會翻一部 TRD 3款俾大家揀，好冇？3款俾大家揀。嗰部 TRD 好似係黑色嘅，係咪啊？灰色。灰色又灰色啊！啊，好啦 ，TRD 嘅中網嘅話咧就係咁樣噶啦，靚唔靚仔？靚唔靚仔？你中意我本人啊？咁冇辦法啦，係咪？本人就得個，車嘅話就好多，冇辦法啦嚇，各位老細。唔夠分啊！唔好，不要看我啦，看車吧，好不好？看車吧，車更好嚇。嚟，我哋嘅中網係咪比較型仔嘅？都有360啊、雷達測距啊，呢啲都有嘅。咩小黃燈啊，同埋我哋一致探照燈佢都有嘅。呢啲燈都係着嘅，4透鏡大燈。呢部車嘅話咧，因為佢越野功能啊，20寸嘅越野拎加 AT 胎㗎。TRD 㗎。係啊 ，TRD 嘅越野拎，我哋嘅 AT 胎，背飾燈避震。呢個嘅話咧就係避震啦，即係佢嘅底盤嘅話咧會硬少少啦，因為佢要越野嘅，同隔離嗰部有少少唔一樣嚇。比 Force 好啲。係紅杉太型啦，太帥啦，是不是？地程天地程呢部嘅話咧，我哋會貴少少啊！你想嗰部有冇了解？係啱先嗰部有冇了解？呢部會貴少少㗎，呢部要121啊，121啊，好冇？呢部嘅話咧，嗱佢好多人就話呢部點解唔係頂配版，要頂點版先頂配版？你睇下呢啲，雖然係嗰個鋼嘅柱鋼腳踏板，但係佢呢個踏板唔方便，太短啦，上下車不方便。即係男仔嚟講咧，佢都係，你們都是用前腳掌啊，前腳掌啊，前腳掌上車㗎。呢部車嘅我踏板我覺得唔中意。是的，全新，哥哥全新。您有了解過紅杉不？我們說隔壁那台吧，因為這台真的是貴一點。但是我們行情價在多少？對，行情價在125W。我們店裡這一台121，121。行情價125，我們是本家，是源頭，海外一手車源，沒有中間商賺我們的差價哈，這個。是的。來，這一台就會便宜一點。您點個關注吧，天地晴，您是哪裡的呀？感興趣的就加個綠泡泡吧。即係咁都係女嘅，我都唔知係男定女啊。左上方的頭像，左上角嘅頭像點入去主頁嘅第一行係我微信，你直接加好冇？直接加我哈，然後咧我會將。不是全是日系車型，我會將呢啲車你想了解邊款車嘅資料同埋佢嘅報價發俾你，好冇？嚟又講係東莞㗎，天地晴。哦，我們在東莞茶山哦。不知道你能不能聽得懂粵語？聽得明粵語吧？我用粵語問係咪啊？唔知喎。天地晴，我們在東莞哦，我們也在東莞。主營平行進口。對，主營平行進口，我們在東莞哪裡呀？這裡看看，這裡有得看。鑰匙我們沒有拿，東莞茶山蘆園路148號大灣啊，記住我哋叫大灣啊，係嚟，我哋仲有 Benz 啊，我哋仲有 Benz，我們還有奔馳，還有中規的，就大家想要買什麼車型，跟我來要報價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我們是大客戶渠道幫大家拿車的，那邊還有一台4系跟漢蘭達還是威蘭達，我老是忘了漢蘭達，漢蘭達。還有一台漢蘭達跟我們的4系，寶馬2系，對，都是可以幫大家訂車，好不好？都可以。
對，我們在廣東省東莞市茶山蘆園路，你看外面綠樹成蔭的，我們的兩邊的路，我們的綠化多好，是吧？外面這條就是蘆園路了，然後前面一點點的話呢，是我們的那個東部快速，對，寮步。然後這裡車位隨便停，我們的老闆車位隨便停，我們叫大灣，大灣。睇得到冇？睇唔睇到啊？係嘅，有咩需要想了解嘅？落雨啦。農家樂，隔壁你唔使嚟啦，嗰邊有3、4間啦。啊，對，隔壁有哥，不用考慮，我們不用考慮在這邊做生意了，已經有人着想好了哈，着想好了。嚟啦，好偏僻啊，賓蘇唔偏僻啦。3冇。係啊，離三冇5分鐘，嚟寮步汽車城又係5分鐘，嚟我哋嘅嗰個咩籃球館又係5分鐘。你唔好覺得茶山就好咩？我哋隔離嗰個消防隊就係寮步消防隊。500米。 500米，我哋就係寮步同茶山嘅交界。你話點偏僻呢？係咯，而且我哋展廳有幾大？係啊，我哋3000平方嘅展廳啊！你如果話喺寮步揾個地方，邊有咁大啊？咩寮步汽車城咁樣啊？你邊有咁多車位俾你停啊？寮步汽車城係咪？3000平方嘅大展廳嚇。呢邊再轉一圈，我哋落過咯。係啦，睇睇啦。嗱呢邊嘅話咧係我哋嘅中規嘅 4S 店攞嘅車，大客戶渠道幫大家攞。呢啲係鬼佬揾我哋攞貨嘅。後面嗰兩台4系同埋漢蘭達嘅話咧係我哋客戶揾我哋訂車嘅。呢邊嘅話咧係平行進口嘅。有部 GS 450又係中規嘅，我哋客戶訂嘅嚇，客戶訂嘅。大家如果想了解，大家如果想了解嘅話咧，就可以了解下咯。好冇？咁我哋今日嘅直播就到呢度啦。如果想了解車嘅話，就後台私信我啦。拜拜。